前年的时候，就有跟一个男的稳聊了大约半年，而且是那种每天聊超过8小时的地步的那种。聊这么久之后，我才发现，Oh shit，他一直都是有女朋友的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以前的恋爱运都还蛮差的。像是前年的时候，就有跟一个男的稳聊了大约半年，而且是那种每天聊超过8小时的地步的那种。聊这么久之后，我才发现，Oh shit，他一直都是有女朋友的。被我发现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他已经正在分了，然后我还相信他一阵子。没想到就是他根本没有要分，所以就掰了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恢复的速度也是蛮快的，再过1-2个礼拜，我就又遇到下一个暧昧对象。对，可是当时是远距离，所以我们就约好说好要一起去一个国家度蜜月5天，机票啊、住宿什么全部都订好了。没有想到就是在出发的前2天，他的国家就发生了战争，从此之后就没有见面了。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天要亡我。